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0年10月22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0篇第1节到第6节、13到17节。申命记31章14节到22节。提多书第1章第5节到16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被看破。昨咱有讲到背骨，咧形容一个人的无忠心，也是讲食碗来洗碗外。但是这并毋是圣经的情形啦吼，不只是即个圣经的情形尔定。伫前礼拜的周末，美国总统的选举出现了，大家真咧期待的10月的惊奇，亲像川普的阵营咧爆料吼，讲即个拜登的家族好若亲像有为着事咧出卖美国，或者是讲出卖家己职务的代志。根据第一届两个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的即个内容来看，恐惊川普对即项代志早就已经有一寡证据啊。当然，如果这是一个假的新闻，也毋望拜登的家族会当赶紧来进行即个司法的程序来行家己一个清白。伫即2天，台湾也有出现类似的状况，有一位退伍的即个将军甲2位退伍的即个校级的官员，因是国防部内底军队的情报局的即个军官，但是因却诚做中共所收买的对象，做共匪的即个匪谍，出卖家己手中所掌握的一寡即个机密的资料，甚至利用因的关系去挖一寡军中的即个机密。根据即个办案的即种标准的程序甲方式，事实上调查局早就已经掌握到济的证据，因此才会伫最近即2天申请搜索票来掠人，并且来抄啦吼。即个强谍案已经发生济年啊吼。意思是讲，调查局是几啊年前就已经开始来跟踪啊。因遮的人的行达，也是讲因的行踪，早就被识破。人的代志是安尼，何况是面对上帝呢？有一句俗语话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啦吼。申命记31章会记载讲到，摩西伫要离开世间的即段期间，上帝除了叫摩西来交代讲着约书亚来接任伊的职务以外，伊也特别对摩西提到对伊安怎来处理以色列人的方式。上帝甲摩西讲吼，你爱写一首歌来教以色列人民，互因来背。即个歌是做我指证因的证据。我要照因祖先所落的即个应允的咒诅，带领因到迄个流年甲蜜的土地，伫遐因通过着真充足、富足的生活，真舒适的生活。即首歌悠远爱流传，做指证因的证据。虽然我还未带因到这应允的土地的时阵，我已经知影因的心思意念。伫 NIV 的圣经的标题是讲 Israel's rebellion predict， 这意思是讲上帝已经知影以色列人要背叛吼，要背叛。这已经有先知影的代志，已经许上帝知影吼，被看破。
伊则来讲，我还未带因到永远的土地时，我已经知影因的心思意念吼。上帝知影，大先已经知影以色列人会背叛伊，离开伊的道路，敬拜其他的神明偶像。事实上，这也捌发生过吼，就是讲伫西奈山下骹，亲像耶稣基督也时常看破即个法利赛人敬耶稣因的心呢，因的问话其实是要来陷害耶稣基督。保罗互即个提摩太的提醒的中间，伊嘛安尼讲着，讲面对这会背离上帝真道的人，爱真严厉去甲因指责。伊讲即个感情是真实的，所以你着严厉指责因，互因对神的宣传，无爱听犹太人无影食的话，背逆真理的人的诫命。伫清气的人，万米拢是清气；遐误会无信的人，无一项是清气的。连因的心智甲良心也是拢误会。因家己承认做捌上帝，若是伫因所行就毋捌伊。因是可恶的、悖逆的，伫一切好事做无重用的。这讲真清楚，就是讲，遮个人讲的甲行的是两回事啦吼。我想伫咱头前句的这个内容内底拢有讲到啦吼。我想这嘛是对现代基督徒，特别是现代咱咧面对伫美国选举内底，爱提真重要的提醒啦吼。对遐个无符合上帝真道的人，咱爱真勇敢来批判，并且来拒绝。就是对咱咧讲一句话，讲对歹掂掂的人，就是对善施行暴力啦吼。侪人咧问讲投票要安怎选，特别是咱咧讲公投的项目。其实今仔日的经文，互咱一寡原则甲提醒。咱必须要去看讲，这个决策是对人会好，还是对人有损害的。咱爱去发现，伊是毋是有即个暗藏的歹。基督徒无应该徛伫党派基础顶悬，咱应该用信仰原则来去判断，互遐违背上帝原则真道的来显露出来，互暗藏的歹去互发现。其实，因为上帝早就已经看出来。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0篇第1节到第6节，13到17节；申命记31章第14到22节；提多书第1章第5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识破。我们昨天谈到那个主题，说到背骨，那当然是形容一个人的不忠心。我们说他是吃里扒外，对自己的职务不忠心。然后这个不只是在圣经里面的情形而已，我们也看到在上个周末。美国总统选举呢，出现了所谓的10月惊奇的事件，似乎就是所谓的川普阵营呢，爆料拜登家族呢疑似这个为了私利出卖了美国的利益跟自己的职务。那根据第一次的电视辩论的攻防内容，恐怕川普早就握有某些证据。当然，如果这个是一个杜撰的消息的时候，那也盼望这个拜登的家族尽快进行所谓的司法程序，能够还自己一个清白。那这2天呢，在台湾也抓到了一位退役的将军，还有2位退役的校级所谓军事情报局的这个军官，他们被收买，都变成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间谍，出卖了自己手上握有的一些军事情资。根据办案的程序呢，以及方式，
我们大概知道，事实上调查局早已经跟监许多时间，而且并握有充分的证据了。因此，在最近才我们所谓收网啊，开始申请搜索票，然后抓人搜索。这个共谍案其实已经在多年前发生，也被跟监了。这些人的行迹呢，早也被识破了。人的事情其是如此，何况是面对上帝呢？有一句成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申命记31章的经文里面，摩西即将离开这个世上，那一段期间，上帝除了交代他说要约书亚来接任摩西的职务之外呢，上帝还特别的对以色列人，谈到了对以色列人的处理方式。上帝告诉摩西说，现在你要写下一首歌，教授以色列人民，让他们背诵，使这首歌作为我指责他们的证据。我要按照向他们祖先许下的诺言，带领他们到那流奶与蜜的富饶土地，在那里他们将过着丰衣足食、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会离弃我，去祭拜服侍别的神明，弃绝我，违背我的约。许多灾难将临到他们，但这首歌仍然流传着，要作为指责他们的证据。虽然我还没有领他们到我应许的土地，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了。诗篇90篇就是在经文里面在说的这个诗歌了哈。NIV 的圣经给了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标题是说 Israel's rebellion predicted，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背叛，上帝已经预先知道了，是被看破了，被识破了。所以我们可以从21节的经文说看到哈，上帝说虽然我还没有领到他们到这个应许之地呢，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上帝已经预先知道以色列人会背叛他的道路，去敬拜其他的偶像神明。事实上这也是发生过嘛哈，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下发生过的事情。另外呢，如同耶稣基督在面对法利赛人跟经学士的时候，他也都深刻的知道他们心里其实是要来陷害耶稣基督一样。保罗在给提摩太的提醒里面，不但要知道这些人背离上帝的真道，更要严厉的斥责他们。保罗这样说，他这话没有讲错，所以你必须严厉地责备他们，好使他们有健全的信仰，不再听犹太人那些荒唐的传说和那些背弃真理的人所坚持的规律。对洁净的人来说，一切都是洁净的，但对那些污秽和不信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洁净的，因为他们的心地和良知都污秽不堪。他们宣称认识上帝，却在行为上否认他。他们是可恶的，是叛徒，做不出什么好事来。我想无论是昨天或是今天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例子里面都讲到的，当你的心思是恶的时候，即便是问话也都有用意即便所做的事情跟说的又是我们说的这个两套这是保罗在跟提摩太所说的话。所以这对现代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特别是对那一些不符合上帝真道的人，我们要勇于批判，并且拒绝他们。因为对恶的沉默呢，就是对善的暴力。许多人在问说，今年那么多的票，选项有很多的公投，要怎么样的投？当然，牧师没有办法去明白告诉你说这个是 yes or no，
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去看出那个决策是对人的善，还是潜藏的恶。基督徒不应该站在所谓的党派的基础，应该用信仰的原则来判断，让那些违背上帝原则的呢，能够显露出来，潜藏的恶呢，能够被揭发。因为在上帝，他早就识破了